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野花，野花，展翅挺腿人机话，放伊花蕊自由飞。顺伯可爱小风吹，朱红彩霞为你忙，为你笑光伴花丛。野花，野花，内脚念子母基地，园中奇秀世界细。天真浪漫又花蕊，清芳秋风为你醉，神魂颠摇对黄去。野花，野花，牵着行线顶雅去，哪通花黄大江郁？温顺现卡好花期，闪烁天星为你痴，日夜跟随伊身边。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5集，分享的是刘惠荣老师所带来《野花》。所以去邀请惠荣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讲解。这首诗咧写的时阵吼，是拄啊好吼，阮厝的迄个边啊吼有迄个果子园，啊，阮翁都有种迄个野姜花，啊，野姜花吼，伊开起来的时阵有够香的，啊，迄个花蕊吼，安尼粉粉白白安尼，哦，啊，亲像啥呢？亲像迄尾芽，很像那个蝴蝶。啊，迄时阵拄咧学台语嘛，啊，我咧想讲，野姜花，台语要安怎讲啊？啊，我就开始去问啊，结果一个问起来讲，野姜花伊的台语就是安那，有人讲英国花，啊嘛有人讲野花。这个时阵我怎常常想到讲我细汉的时阵，因为我细汉是学迄种迄个民族芭蕾，我有学过跳芭蕾舞，还有现代舞，我就足怀念的，足怀念迄时阵安尼内骹捏，迄个手咱咧去捏物件，捏。那个动作就是咱咧讲黏缠捏，迄个动作够水。上个重要的是，我们在学舞蹈的人，阮咧学跳舞的人，还是学迄个功夫的人，他有一字马，那个劈腿，原来台语就是叫做踢腿，踢腿就是甲骹跳开，跳开叫做踢腿一字马。我较想着讲这遮尔啊水的野花，若甲我细汉跳舞的迄个姿态，搁有迄种迄个形影，野姜花开的时候，那个很像蝴蝶，花若落去，伊会落恁土里，我就感觉讲足唔甘的，为什么伊袂当安尼世界细，飘着去，落落来足唔甘的，所以阵怎透过讲安尼甲伊写诗，其实这首诗嘛是迄阵多打咧学台语的时阵写出来的。野花，野花，展翅挺腿人机话。伫这内底我用迄个台语文像这个挺腿还有展翅，展翅较特别的是展开翅膀。较早迄阵咱咧写的时阵，拢会用迄个翅膀的翅。结果台语文毋是安尼，伊是用实骨的实，那个展翅翼，滑翔翼，迄个翼。所以讲，迄当阵我咧学台语汉字的时阵，我就讲迄爱用力爱做注意，我就特别有去问老师讲迄踢腿，踢开，我就是用那个华语的那个拆开的拆，因为他把两只腿，那两只脚踢开啊，就是它有平放了，它有拆开了，那个意境就有出来。
来搁有诶，就是迄个四界势。咱咧势吼，世界较无问题吼，四处的四啊，然后世界的界吼，这个界线啊，这个势呢，咱较早拢用西字旁吼啊，然后一个错码部吼啊，这个西字旁的错码部，我去找那个古字，伊无安尼玩法，安尼写来写去，或者是来走来走动啊，或者是转动的意思，反而我去找这个折哈，就是打折的折，然后下面是竹。好，就是有迄个卡足，行过来，行过去，有往来，有折返的意思。内，好，咱咧讲内卡尾的内，好，啊，伊的内就是用竹字，好，然后有3个耳，这个三个耳啊，安尼贴做伙吼，啊，咱的人无拢安尼内卡尾吼，啊，用那个耳孔啊拍伫个耳仔边，哦，安尼小贴，我后来想想，他有踮起脚尖，好像要偷听的感觉，所以我用这里内，它就是有那个动作。所以我就爱用迄个，安尼念，咱咧讲念餐呢，敢若即个念哦，咱就搁有迄地方腔，有念呢呢，咱咧念物件，呢就是安那用手嘛，它有提手旁，然后占据的意思，它有那个动作，呢呢念，所以我用那个提手旁，然后一个占据的占。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诗内底所描写的野花，也就是野姜花。所以去邀请花草植物的专家关秀品小姐为大家介绍野姜花的特色。野姜花，一般咱伫个南部遮，我上常听到的，就是野花，嘛有人叫伊姜花。伊这个野花，伊开花的花期拢是伫个5月到11月这段时间，咱若伫个南部遮，种上济的就是屏东，因为若是到初一15的时，咱会看到足济庙寺，因拢真介意用这个野花来拜佛祖。咱一般会感觉，为什么会用这个花？因为一般庙寺感觉这个野花伊的清芳，感觉闻起来足舒服的吼。啊，阁有一点就讲，为什么伊会叫做野花？因为伊开出来的花蕊，就亲像咱的叶啊安尼共款，一只一只白色的，啊，叶伫咧迄个青色的叶啊管顶，非常的水。啊，什么所在上济？咱若是在过去，咱拢会伫咧溪仔边。拢会看到足济的野花，因为伊就是需要非常济的水，安尼伊就是属于迄种水生植物。一般人咧做生态池、做水池仔的时，阮嘛拢会摕来甲伊配伫咧水池仔边，非常的水，而且佫有伊的清芳。嘛有人甲伊摕来食。咱台湾人就是什么物件，若是感觉水水，就会先想到讲这是毋是会当食啦吼？所以我曾经食过的，就是摕即个野花来煮卵汤啦，食起来有一点香香，胃的人会感觉佫骨骨，食起来迄种清芳，会感觉讲伊特别无共款。野花，野花，牵着行线顶仔去，哪通花黄大江郁？温顺现卡好花期，闪是天星为你痴，日夜跟随伊身边。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惠阳老师写诗，关秀品讲解自然文史，府城小花蕊吟诗，张文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